啊，今日第57場嘅賽事啊，香港會計師公會杯鑽石杯決賽。試下先啦。咁你就會係呢一個跟剩下係55場嘅香港會計師公會杯銀杯嘅決賽啊。咁分別咧有近岸第一線嘅中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，第二線嘅 Dragon Force， 第三線嘅匯豐，同埋第四線嘅香港醫學會。This is the final of the HKICEA Silver Club Link 1 CTEC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olding Limited, Link 2 Dragon Force of Default Vietnam Trading Limited, Link 3 HSBC and Link 4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。嗱，咁喺初賽嚟講咧，我見到啲表現咧比較好少少呢一 team 咧就係應該係 HSBC 㗎。咁睇睇佢哋呢一場咧能唔能夠保持水準啊？咁可唔可以以冠軍嘅姿態咧係進入攞到呢個冠軍杯？咁但係咧見到咧2號線嘅 Dragon Force 係呢一個1號線中信國際咧都話非常之貼近啦。係 Dragon Force 有人叫你哋頂住啊！咁啊3個紅嘅 HSBC 準備衝線啦！哇，24號龍。好近啊 Dragon Force 同埋香港醫學會咧非常之緊貼。好啦，咁有請啊咁多條龍馬都盡快返去起點區啊！